奶奶，这早上的空气还真是好啊。是啊。老夫人，少爷。哟，这早餐这么丰富啊！老夫人，今天的早餐都是少奶奶准备的。哦，哦，是吗？哎，奶奶你们回来啦。今天我给您熬的是桑葚糯米粥，您呀赶快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如果合适的话，以后我每天都给您做。哎呦，还真看不出来啊，有这么好的厨艺。哎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掉了？也不说一声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就是突然之间心血来潮。其实我觉得她短发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看，多适合她呀。主要是我喜欢。行啊，你喜欢就好。来吃饭吧，尝尝锦溪做的这个手工汉堡包。来，坐下来吃吧。哎，常副总，发布会要尽快的筹备起来。新人招聘的怎么样？广告已经发出去了，也收到一部分简历，不过呢，怎么都不合格？哎呀，这个学历和资质都还可以。那天在会上你也听到那个顾董是怎么安排的，按照他那个标准，真的招不上人。哎，能招到人啊，你们也能轻松一点。现在就多辛苦辛苦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向顾总申请给你们加薪。常副总的心意我是领了，加薪的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上次吗？我跟顾总说过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批复的吗？说说看。一年365天，有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也就是说工作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又去掉170天，就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30分钟，一年加起来23天，就剩下68天。每天吃饭花1个小时，又去掉46天，就剩下22天。你每年还得请2天的病假，也就是说一年工作20天。每年5个节假日，公司休息不上班，也就是说剩下15天。公司还慷慨的每年给你14天的休假，也就是说你一年工作1天。你怎么好意思给我提加薪？哎呀，常副总啊，加薪的事儿啊，暂时没戏了。好吧，我尽力吧。帅哥，你好啊。